看到这个景致的弹弓是鸡叫搁青笑，这是婚林岛人有人发觉半空中有蓝天甲白云，鱼翻鱼，虾翻虾，云敢若已经讲好势，拢挖靠一边。另外这一边是万里无云，随摕手机啊赶紧来翕相。气象专家解说讲，这就是人咧讲的阴阳天，一般是大气较稳定的时就看会到，因为云顶面有真头真稳定的云层，像讲天棚共款，下骹的空气清袂得起哩。云的发展区有平稳的清关气流冻掉咧。 安尼云就清袂起哩，为拖喺边仔去了后，变做一款画面。甲看这个天顶，毋但是蓝天白云，还佫云甲清，天顶佫亲像是壁双平。甲看这个云是安尼挖规边的，那另外一边是真好天。以前是保持很久，现在是很短。只要是夏天在转秋天的时候。 那种云层是时常看到。甲看这个云层，亲像海反映安尼规个扫过来，来成做真水的鸡叫景致。这就出现伫个云林的口湖，就连50公里以外的岛南嘛拢看会到。冷空气下来，把原本的暖空气往上抬升，然后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云形成的一条线。气象专家解说讲，这就是咱一般讲的阴阳天，常常会发生伫个较稳定的天气。 伫个云的顶悬有真强、真稳定的热云层，这就敢若亲像一个天棚共款，互下边空气安尼挤袂起哩。因若伫个下边是有较稳定的这个清关气流甲挺调的，所以这个云层才会对坦平边啊安尼弹开。 亲像这款鸡叫景致，伫去年的2月，伫云林、台中也是桃园、高屏地区拢捌出现过。气象专家强调讲，只要若是天气较好，就会可能来出现。伫加拿大南部的这个城市，基罗纳的天顶，嘛捌出现过这个阴阳天的奇景。不过无同的所在是，伊一边是夜景，另外一边是黄昏的夕阳。这个大自然创造的鸡叫景致，实在互人学了甲会得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